20孔雀王標誌衫嘅嗰幅圖咧，相信大家都可能見過嘅。呢個係最後一集所出現嘅孔雀王。講起孔雀最突出嘅，當然係佢攞嚟求偶嘅尾巴啦。喺呢一度咧，我哋見到設計師將佢嘅尾巴咧變得相當之有玩味嘅。尾巴一共7條，每一條咧都可以拆作或者組合成為唔同嘅武器，分別係劍、長劍、三節棍以及鐮刀嘅。呢一方面可以睇得出設計師唔單止追求作品嘅美感，而且仲要喺玩具上面保持可玩性嘅。論可玩性，百獸戰隊都做得非常之好嘅。不論係獵鷹王所收埋嘅大眼睛啦，同埋穿山甲王嘅足球形態，都係一個好好嘅例子。我哋都可以睇得出啊，最後一集嘅圖像咧，同設定稿中嘅咧係並唔一樣嘅。無論係尾巴嘅數量或者翅膀嘅形狀，後者明顯更符合商業需要，即係例如可玩性啊等等啦。而前者咧則係更加美觀嘅。相信啊，係製作組知道嗰陣時孔雀冇得喺電視上推出嘅時候咧，就揀咗一隻比較靚嘅俾大家睇，因為佢都唔使出玩具。而孔雀王咧可以同百獸王組成呢個百獸王嘅劍豪形態嘅，主要係將孔雀王擺喺百獸王嘅後面，就好似百獸王喺度孔雀開屏一樣嘅。而稱為劍豪嘅佢咧，相信主要能力都會係用喺背後嘅劍嘅。唔通佢可以好似高達 Double Quater 咁樣用啲浮游劍？